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17号。这一期我们继續聊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看一看烏克蘭戰場上又有什麼變化。今天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第1393天，也是烏軍進入庫爾斯克的第499天。前線總共發生了158次戰鬥，其中47次在波克羅夫斯克方向。根據俄羅斯消息人士承認庫皮揚斯克的俄軍形勢惡化。根據他們說烏軍動用多個旅、突擊部隊和無人機操作員深入城市，解放了新的區域。俄方承認，在被逼回奧斯基爾河對岸後，後勤問題惡化，還遭到了無人機的壓制。烏克蘭境內的頓涅茨克地區波蘭2電子站、2個佔領軍的指揮所、1座電子站以及江黃雷達站被擊中。扎波羅熱地區托爾 M2 防空導彈系統以及敵方無人機系統實驗室遭到了打擊。根據這個烏克蘭方面的說法截止到12月16日上午11點，烏軍繼續在波克羅夫斯克都會區指定區域內開展行動，以遏制敵對勢力。此次行動涉及空降突擊部隊、突擊隊、無人系統部隊、海軍特種作戰部隊、烏克蘭安全局、國民警衛隊和國家警察部隊的協同作戰。過去一周據報告，俄軍人員傷亡共計446人，就是在紅軍城這個地方較前一周增加約30%，傷亡人數的增加歸因於作戰預備隊擴大參與，其中包括俄第76空降突擊師的多個團。這個俄羅斯的精銳部隊76空降師也是吃了個大鱉被投到紅軍城這樣的一個絞肉機，這確實就在做無謂的犧牲了。目前正在採取措施，確保通往波克羅夫斯克的關鍵地面後勤路線的空中掩護。根據最新情況，協同行動已顯著限制了試圖接近這些路線的空中威脅。在波克羅夫斯克市的西郊，俄軍活動有所增加，試圖從西北方向向赫里申內推進。烏軍正在通過封鎖可能的移動路線，並利用現有火力及無人系統進行反擊。在米爾諾赫拉德方向東南部地區壓力加劇。據報道，在米爾諾赫拉德上城區附近發生了零星的滲透行動，也就是俄軍又滲透進了這個城區包括俄第38獨立摩托化旅在內的烏克蘭部隊正在繼續偵測並消滅這些俄軍，穩定和擴大通往米爾諾赫拉德的後勤通道工作仍在進行中第35獨立海軍陸戰旅發布的視頻顯示，里夫內仍處於烏克蘭國防軍的控制之下。烏軍總司令謝爾斯基上將會見了烏克蘭主要媒體的負責人和編輯們，向他們介紹了前線狀況和目前最關鍵的問題，其中主要就是波克羅夫斯克。謝爾斯基稱，烏軍仍控制着城北近13平方千米的區域，米爾諾赫拉德也沒有被俄軍包圍。但是我想再次強調俄羅斯散布的謊言規模遠超其軍隊實際推進進度。敵人利用虛假信息和偽造的地圖在針對烏克蘭混合戰爭中使用，同時影響外國受眾和我們的社會、我們的軍隊。因此我呼籲大家不要幫助敵人，不要傳播俄羅斯的宣傳信息。我們無法將所有成果都詳細公之於眾，因為此類消息關係到我們戰士奪回控制權的陣地上的生死。我們珍惜每一位烏克蘭士兵的生命。實際上這個上至普京、格拉西莫夫，下至那些陣地的指揮官、那些司令官，再到下面俄軍的士兵，他們的謊言是一套又一套。就波克羅夫斯克來說，都已經10來次被他們宣布拿下了。普京在多個場合對國外元首放話，已經拿下了庫皮揚斯克，已經拿下了波克羅夫斯克，而且還包圍了好幾千烏軍士兵。結果呢，別的不說雙方現在還在庫皮揚斯克，還在波克羅夫斯克，還在厮殺，誰在撒謊，對吧？這個一目了然。所以這個謝爾斯基讓烏克蘭的媒體不要相信俄媒的宣傳。對於我們遠在幾千里之外的這個網友來說實際上他們在戰場上的優勢劣勢我們很難一時搞得清楚，因為戰場也是動態的。但是我們只要知道對烏克蘭來說防線並沒有崩潰，對吧？至於他這個防線往這個俄羅斯這邊多了一點，還是往烏克蘭這邊多一點，這個不是什麼特別大的事情，對吧？只要防線還能守得住，還能穩得住，不出現潰敗，時間是站在烏克蘭這
那邊的，俄羅斯的壓力實際上是越來越大。所以誰更心急呢？對吧？誰迫不及待的宣布要，對吧？已經拿下了波克罗夫斯克。烏克蘭軍方持續對俄羅斯關鍵戰略設施發動精準打擊。根據烏克蘭總參謀部公告啊，15日凌晨，烏克蘭國防軍成功襲擊了位於俄羅斯阿斯特拉罕的天然氣加工廠。該廠是俄羅斯石油天然氣產業的重要企業，年產硫磺高達350萬噸，主要供應俄羅斯軍工企業用於炸藥生產。此外，路透社報道，俄羅斯亞羅斯拉夫石油合成煉油廠在無人機襲擊後發生火災並關閉。該煉油廠主要生產汽油、柴油以及航空燃料，停運可能導致燃料供應短缺、油價上漲，並增加運輸成本。烏克蘭軍方對俄羅斯別爾格萊德市的別爾格萊德發電廠發動海馬斯火箭系統襲擊，造成電力設施受損。這個烏克蘭的阿爾法特種部隊在1周內第3次襲擊了位於里海的俄羅斯石油平台。最新打擊的這個平台屬於盧克石油公司，位於科爾恰金油田，而此前被攻擊的平台則位於菲拉諾夫斯基油田，後者是俄羅斯在里海以探明儲量最大的油田之一，儲量為 1.29 億噸石油和30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這個烏克蘭的情報部門和黑色火花等地下組織似乎在里海周邊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善的情報網絡。除了積極攻擊俄羅斯在里海石油平台和軍艦等目標外，還攻擊了後勤船只。最新2艘遭精確攻擊的俄羅斯軍火船分別是作曲家拉赫馬尼諾夫號和阿斯卡爾薩利賈號。也就是烏軍啊，現在更多的打擊這個俄羅斯的這些採油設施、油田、油井。烏軍已經不滿足打擊煉油廠。當然了，相比較這些啊，烏軍在打擊俄軍的這個手段上面啊，现在簡直是花樣翻新啊，層出不窮，眼花繚亂。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又整了一個大活，又讓俄軍啊開眼了，長了見識。什麼大活呢？這個可是歷史上首次啊。烏克蘭國家安全局12月15日宣稱，其安全部隊使用一款新型水下無人潛航器，成功在新羅西斯克港口重創一艘俄羅斯攻擊型潛艇。此舉啊，標誌着基輔非對稱海戰能力重大升級，同時也粉碎了莫斯科將其黑海艦隊撤至後方，以尋求庇護的戰略企圖。此次行動的主角是一款此前從未公開實戰成果的武器，叫海底寶貝遙控無人潛艇。這個在黑海啊頻頻亮相的是叫海洋寶貝，那是在水面啊這種無人艇。結果人家烏克蘭啊偷偷的搞出了海底寶貝遙控無人潛艇，用遙控無人潛艇對付俄羅斯的基洛级潛艇。俄軍本次損失的是一艘啊造價昂貴的基洛級常規動力潛艇。該潛艇因其出眾的靜音性能，而在西方海軍界被稱為黑洞，單艘造價約4億美元。考慮到國際制裁導致的高科技零部件短缺，目前俄羅斯重新建造同類艦艇的成本可能飆升至5億美元。為什麼要炸這個潛艇呢？因為這個潛艇啊配備4枚口徑巡航導彈的發射管，每次啊打擊烏克蘭的這些民用設施的時候啊，這個基洛級潛艇它都會偷偷摸摸的啊在黑海發射口徑巡航導彈。儘管啊俄羅斯海軍在新羅西斯克港外部部署了多層次的防禦系統，但是啊還是没能防住啊这個海底寶貝。烏克蘭官員稱這為獨特特殊行動，由安全局與烏克蘭海軍聯手執行。烏克蘭安全局公開的影片顯示，在諾沃羅西斯克港，一艘潛艇和其他船只停靠的碼頭附近發生強烈爆炸，水面湧現巨大的水柱。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顧問卡梅辛在 X 平台上說啊，這是史上首次由無人水下潛航器使潛艇失去戰鬥力。不過啊，俄羅斯方面啊矢口否認潛艇受損。黑海艦隊發言人魯列夫說啊，敵方使用無人潛航器破壞企圖未能得逞。他並強調，諾沃羅西斯克基地的所有軍艦與潛艇都未受損，繼續正常執勤。而俄羅斯國防部也說啊，烏克蘭的說法與現實不符。根據烏克蘭方面說法啊，這個基洛級潛艇啊發生爆炸，俄軍14人陣亡。
短期內無法修復。首先啊，我認為這個俄羅斯方面啊是牙打掉了往肚子裡咽，胳膊打折了往袖子裡藏，因為是潛艇在水下被炸了沉了之后啊，反正他不承認，烏克蘭人也沒法，對吧，到水底下去拍照片。但是監控視頻啊可以看到水面發生剧烈爆炸，水柱冲天呐。這是烏克蘭人啊摧毀的俄羅斯黑海艦隊的第2艘潛艇。我沒記錯的話啊，俄羅斯黑海艦隊一共只有6艘潛艇，基洛級吧，已經被幹掉1/3了啊，而且他沒有辦法就是幾年之內來補充的。上一艘那個潛艇啊是在那個修船廠，對吧，被這個烏軍給他炸成2截，這一次直接炸沉。從這個就可以看出啊，這個戰爭的天平到底在倒向哪一方。這個黃俄只要智商稍微正常一點都能看得出来，对吧？我說时间是在烏克蘭這邊，越往下打，俄羅斯越撐不住。全世界，對吧？這些技術發達的國家，這些西方國家都在玩命的各種手段、各種方式在支持烏克蘭。烏克蘭人的海軍，對吧？這種無人艇為什麼發展這麼快？那不就背後是英國嗎？再這麼打下去，黑海艦隊恐怕一艘都留不下，太慘了。黑海艦隊都已經從那個塞瓦斯托波爾，對吧？老巢搬走了，搬到更偏僻的叫新羅西斯克。結果啊，黑海，對吧？不是法外之地，沒有地方可以躲藏。擺在這個俄羅斯黑海艦隊的面前的路啊，只有一條。他請求土耳其啊同意，對吧？他駛過這個博士普魯士海峽，趕緊到太平洋吧，跟這個俄羅斯的太平洋艦隊啊會合。否則的話啊，這麼打下去，最後黑海艦隊一定會全軍覆沒，但一艘船都剩不下，這太丟人了，對吧？都得向莫斯科號巡洋艦去報到。這個3年多來啊，烏克蘭是越打越強，對吧？無論是軍工還是他的技術，他的這個生產能力，他的戰術，對吧？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俄羅斯呢是越打越弱，最早對吧是靠大口徑炮彈，烏克蘭這邊是155的，還有152的榴彈炮。俄羅斯主要是152榴彈炮，俄羅斯在這一塊佔優勢，對吧？一天多的時候7萬發，烏克蘭只有8000發，差10倍。現在炮彈這塊差距不太大了，差2倍。但是現在炮彈已經，對吧，讓位給無人機了，而無人機這塊烏克蘭恐怕是數量上啊要優於俄羅斯。你看烏克蘭現在一年是400萬架無人機啊，這還其他國家給他援助啊。關鍵是人家無人機技術迭代，對吧？人工智能遠遠在俄羅斯之上。現在戰場60%是靠無人機，所以在這一塊烏克蘭已經佔先了，就是在戰場上已經反超了。現在烏克蘭欠缺的啊就是遠程打擊武器。但是現在烏克蘭也在盡可能的彌補，對吧？烏克蘭自己的這個火烈鳥導彈，什麼海王星加長版，什麼薩普斯什麼導彈，對吧？現在這雨後春筍一樣，越來越多，對吧？假以時日啊，烏克蘭的遠程武器會花樣翻新，會越來越多，對吧？這背後都是這西方國家給他技術，由他們支持。烏克蘭戰場現在成了西方國家最新武器試驗平台，對吧？什麼武器搞出來之後，直接拿到烏克蘭戰場上去試。而俄羅斯呢？俄羅斯的夥伴就是伊朗，就是朝鮮，他能從他們身上搞点什麼技術呢？靠俄羅斯人自己，对吧？他是停滯不前。我們再看看這個外交以及國際援助啊，這個澤連斯基啊，可以說是非常繁忙啊，去了德國柏林，現在又要去荷蘭。澤連斯基與荷蘭首相紹夫舉行會晤，確實要好好感謝一下荷蘭啊。這荷蘭在援助烏克蘭方面，那也是不遺餘力啊。澤連斯基感謝荷蘭自這場俄全面入侵開始以來，向烏克蘭提供的所有防務和政治支持，特別感謝最近的防務援助方案7億歐元用於防務，謝謝我們讚賞貴國對當前全球政治時刻所持的負責任態度。愛沙尼亞正式啟動波羅的海防線工程，開始在東南部靠近俄羅斯邊境地區部署首批混凝土碉堡。這項由波羅的海3國協調推動、各自執行的防禦計劃，愛沙尼亞的第一階段目標是在今年底前完成28座碉堡，長期目標則為600座，以強化歐盟與北約東翼的地面防衛能力。實際上啊，這個造價不菲的這些碉堡啊，沿着這個跟俄羅斯邊境排開，這個作用有多大呢？啊，不如啊把這錢啊援助給烏克蘭。畢竟現在俄羅斯，對吧，還沒有那個精力啊，馬上就要入侵波羅的海3國，把錢援助給烏克蘭，對吧？一鼓作氣啊，拖垮這個俄羅斯，波羅的海3國就以後就高枕無憂啊，一勞永逸的解決啊。我們再看看這個德國啊，這德國人家是實打實的啊，德國和烏克蘭聯合成立了量子前線工業公司，這是烏克蘭武裝部隊首個外國工業規模無人機生產線。這家位於柏林的工廠採用德國自動化技術和烏克蘭的
戰場技術，將根據新的與烏克蘭共同建設倡議，大規模生產無人機。德國的工業結合烏克蘭的這個戰場實際，你想一想吧，這烏克蘭的無人機生產能力多了，還可以出口賺外匯，你說俄羅斯怎麼比？立陶宛的外長敦促歐盟支持烏克蘭，他說啊，我們需要的是資金，而不是政治。就是這個立陶宛外長建議啊，就不要老在那討論這個討論那個，趕緊給錢給烏克蘭，對吧？只要烏克蘭跟德國，對吧，跟很多国家都生產無人机啊，如果生產这種遠程無人機，你大家想象一下吧，如果一天1000架遠程無人機啊，那你說俄羅斯能招架得了嗎？烏克蘭現在是隔2天，对吧，300-400架，隔2天隔幾天300-400架，已經把俄羅斯的煉油能力都達成這樣了。如果飽和攻擊，對吧，一天1000架。這個挪威國際事務研究所和科瑞斯克風險評估公司的分析顯示啊，他說為支持烏克蘭獲勝需要的資金為5220至8380億歐元，就是說歐洲啊，如果支持烏克蘭獲勝的話，打下去要花最多是8000億歐元。哎，這是他們算的賬啊。但是如果呢，讓俄羅斯獲勝，然後歐洲開始武裝自己，以此來跟俄羅斯對抗抗衡，那麼歐洲要花費1.2至1.6萬億歐元，也就是成本翻倍，並且啊，可能引發600萬至1100萬額外的難民，也就是這個賬歐洲人自己算吧。現在幫烏克蘭就是幫自己，對吧？不能再在那兒還在算小賬啊，還在那兒勾心鬥角。烏克蘭每年所需的2000億歐元援助不足歐洲 GDP 的1%，且歐洲境內被凍結的俄羅斯資產約3000億歐元。研究報告作者稱，這實屬無需糾結的決策。我們再看看這個美烏還有歐洲的這個會談啊，到底什麼情況？這個歐洲領導人呢，公布烏克蘭聯合安全保障計劃6個要點，就是雙方啊，現在也就是歐洲、烏克蘭和美國目前也達成一個共識，關於給烏克蘭的安全保障啊，有6個要點。第一個就是永久性軍事支持，即使在和平時期，烏克蘭也將維持一支強大的軍隊，多達80萬兵力。第二個，歐洲領導的多國部隊在自願聯盟框架內，在美國的支持下，它還有一個前提條件啊，美國支持將走建部隊，以重建烏克蘭的武裝力量，保衛領空，並確保海上安全，在烏克蘭境內開展行動。第三個是停火監督，該監測機制由美國牽頭，國際夥伴參與其中。第四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安全保證，任何對烏克蘭的新攻擊都將自動引發回應，包括軍事、情報、經濟和外交方面的回應。第五個是重建和資金，歐盟凍結的俄羅斯資產將繼續被凍結。第六個是通往歐盟之路，歐洲正式確認支持烏克蘭加入歐盟，認為這是長期安全的基石。根據央視的報道啊，說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波蘭等歐洲10國領導人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蘭當地時間12月15日發表聯合聲明稱，他們已達成一致意見，任何關於烏克蘭可能做出領土讓步的決定，只有在強有力的安全保障措施到位之後才能做出。什麼措施到位呢？就是這些安全保證應包括一支由歐洲主導的多國部隊。簡單點說啊，首先這個歐洲這10國啊要派部隊進駐烏克蘭，烏克蘭保持一支80萬人的軍隊。那歐洲的多國部隊在烏克蘭幹什麼呢？要負責防空、海上防禦，然後還進行烏軍的訓練，有必要的情況下參與陸地的行動。你看看，然後這背後啊有美國支持，那美國他要通過美國的參議院、國會啊，甚至啊这個歐洲領導人聯合發表的聲明啊，堅持在烏克蘭部署一支歐洲主導、美國支持、由志願者聯盟國家出兵的多國部隊。該部隊將參與重建烏軍，並通過在烏境內維護烏領空與海域安全。方案的最後啊，是投資烏克蘭戰後重建，提供經濟與物資復甦所需巨額資金，簽署互利貿易協定，並考慮俄羅斯賠償烏方損失的必要性。這個從俄羅斯角度來看，這就是要普京投降。普京啊，這個侵略烏克蘭的一個理由就是烏克蘭要加入北約，加入北約之後，這些歐洲國家，對吧？美國嘛，他們就來了。那現在好了，北約沒來，但是歐盟這些國家來了，10幾個國家在這兒。雖然美國沒有直接出現，但是美國在背後，他也要簽安全保障協議。
美國啊有美國要履行的責任。根据这个波蘭的这個總理圖斯克說的啊，他說維特科夫明確表示，美國將向烏克蘭提供強有力的安全保障，確保讓俄羅斯明白未來任何襲擊都將引發美國的軍事回應。這雖然不是北約第5條，但其影響十分重大。就是這一條啊，特朗普他到底算不算數？這先不說啊，是忽悠歐洲和烏克蘭的，還是他真要這麼幹？這個咱先不說。如果特朗普真這麼幹了，他是這個通過了國會立法的形式，對吧？那烏克蘭跟加入北約有啥區別？不就是加入北約了嗎？就是第5條啊，對吧？部隊就駐紮在烏克蘭。這烏克蘭它是前提條件的啊。澤連斯基早就說了，他放棄加入北約，前提是要得到確實可行的安全保障，歐洲和美國提供的，否則人家還要堅持加入北約。那對歐洲來說呢？為什麼歐洲這麼強硬要堅持呢？那就相當於歐洲把戰線啊推到了烏克蘭，哎，那後面的波蘭，對吧？捷克後面的那些其他的國家，它就安全多了。哎，那兒歐洲部隊就在前線呢，他就不用擔心，對吧？俄羅斯的侵略啊，睡不着啊，就是歐洲那些國家啊。然後最重要的是什麼呢？對俄羅斯來說，那你說他停火幹什麼？他一旦停火的面對的是80萬大軍，這80萬大軍實際上就是北約部隊了，因為這個歐洲派的這個支援部隊在那兒就是負責訓練，對吧？烏克蘭武裝啊，就是實際上就把烏克蘭的這個軍事力量叫北約化。哎，你看他們在那兒就是負責訓練嘛，然後完全就跟北約是同一套響應機制，對吧？一套搞法，一套打法，所有的武器，對吧？信息都接入北約，不就這意思嗎？這不就變相的加入北約了嗎？有什麼區別啊？你看德國、法國、英國派部隊在那訓練烏克蘭士兵在幹什麼？不就是按照北約那個制式那一套嗎？所以你要從歐洲看的話，相當於這個歐洲把戰線就頂到烏克蘭了。那你說俄羅斯即使停火了之後，他要面對這麼強大的一支軍隊，還得跟人家對抗，對吧？俄羅斯不是拖垮了嗎？俄羅斯還能搞得好嗎？也就是他為啥停火呢？這不就是相當於讓他投降嗎？所以我說啊，這個雖然特朗普說這一次啊和談啊非常接近成功，我看啊又是鬧劇，說要聖誕節前簽署，這個俄羅斯人能同意嗎？普京要敢簽這個協議，普京恐怕沒辦法向俄羅斯人解釋啊，你是要去軍事化，對吧？你是不要讓烏克蘭加入北約，好嗎？現在不僅芬蘭、瑞典加入北約了，對吧？北約跟俄羅斯的邊界平白無故的多了1000多公里，現在烏克蘭又迎來了歐洲軍隊，對吧？你這越打，你這俄羅斯被包圍的越瓷實啊！你這普京搞啥呢？死了100多萬人，結果澤連斯基說了啊，領土免談，什麼讓烏克蘭從頓涅茨克撤出，那不可能，對吧？然後就是要撤，俄軍一起撤，那這個還有的討論，就是俄軍也撤出頓涅茨克，然後呢，交由烏克蘭人民去決定，然後他們烏東4個州加克里米亞，他是永遠不會承認是俄羅斯的，就這一條啊，歐洲也不同意。這個歐洲的這個歐盟的外長卡拉斯說啊，烏克蘭不能憑停火協議加入歐盟，這話什麼意思啊？而且卡拉斯特別補充，這個加入歐盟啊，沒有打折方案，就不可能說你啊簽署了和平協議，然後就可以歐盟降低門檻，你就可以加入了。這個話實際上說給美國總統特朗普聽的，也是給烏克蘭說的，也就是你靠領土換和平換來這麼一個停火協議，那你恐怕很難加入歐盟。不是說美國協調你加入歐盟你就能加入，歐盟是由歐盟說了算。你看看言下之意啊，這個歐盟是不可能同意停火，對吧？靠土地換和平，因為一旦土地換和平，意味着後面還得打，對吧？後面會爆發更大的戰爭，這就是綏靖嘛，就是縱容嘛。所以從這個澤連斯基這個角度來說呢，澤連斯基也沒想停火，就是至少說啊，澤連斯基是不會想着土地換和平。你看啊，這澤連斯基啊，立馬就去了哪裡呢？澤連斯基去荷蘭，對吧？訪問，馬上就去了海牙。歐洲媒體報道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海牙向俄羅斯索賠，烏克蘭伸張正義的歷史性一步啊，在海牙一項重要的國際公約正在簽署，旨在為烏克蘭遭受俄侵略受害者建立賠償機制。來自歐洲、美洲、亞洲、澳大利亞和歐盟的52個代表團正在參加。該機制將處理超過85000起索賠，其中包括2024年7月8日基輔兒童醫院遭受襲擊造成的損失。第一筆賠償金最早可能在2027年支付，資金來自凍結的俄羅斯資產。而歐洲委員會將成立一個新的國際委員會來評估每一項主張。該條約在25個國家批准後生效。這個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卡拉斯表示啊，他說明天將在海牙成立專門處理對俄戰爭
賠償索賠委員會，並聲稱目前已收到8萬份賠償申請。所以結合这個卡拉斯說啊，烏克蘭不能以土地換和平，以这個和平協議加入歐盟，再加上這個時候跑到海牙法庭，對吧？要向俄羅斯索賠，這個怎麼看，對吧？都不像是要支持特朗普的那個所謂的和平計劃，並且啊，特朗普到現在他也沒有什麼書面的，對吧？一個明確的怎麼樣給烏克蘭提供安全保障，到時候又是一份布達佩斯協議。俄羅斯這邊已經放話了啊。俄羅斯啊，這個外交部說啊，俄方不會在克里米亞共和國和新地區的問題上做出妥協，這是第一個。12月16號，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里亞布科夫接受採訪時表示，俄羅斯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同意北約部隊在烏克蘭部署，即使是所謂的意願聯盟部隊也不例外。所以可以說啊，特朗普這個所謂的和平計劃壽終正寢了，不要瞎折騰了。特朗普夾在這個夾縫中啊，也是風箱裡的老鼠啊，兩頭受氣。豬八戒照人照鏡子，裡外不是人。現在啊，回頭是岸，對吧？繼續啊，悶頭支持烏克蘭才是正經，大力支持烏克蘭拖垮這些侵略者，這才是正道啊，而不是跟侵略者沆瀣一氣。這些侵略者，這些強盜，你是餵不飽他的，他們天生的就會得寸進尺，是貪婪。特朗普不懂這個道理，以為割一塊肉給他就能把他餵飽，這個想得太簡單了。這一次不給俄羅斯一個教訓，縱容俄羅斯，那麼俄羅斯侵略的步伐是不會停下的。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